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伊朗。这个伊朗可能真的要变天了啊！2026年一开年都是大戏简直让吃瓜群众目不暇接。源自2025年年底的这个伊朗的民众抗议活动现在已经继续到第10天了，而且抗议之火继续在蔓延，而且这个双方这个对峙的这个形势也越来越激烈。我们先看看伊朗国内是什么个情况。根据媒体报道伊朗抗议者首次控制了整个城市伊拉摩省的阿巴丹市。这个阿巴丹市的安全部队、警察都放下了武器，加入了抗议人群。这个就是一个迹象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一直说当维稳的变成维权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基本上就是标志着这个伊朗的教士集团，伊朗的这种神棍政权从内部它已经裂开了一个缝。现在就看这个裂纹裂缝会扩展到哪里。当然也有地方在镇压的。另据报道，马利克沙西地区抗议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动用了所有手段，但始终未能平息抗议活动。这个阿巴丹市的这些抗议民众已经打出了一个狮子旗。这个狮子旗恐怕就是以前巴列维王朝的国旗吧。那么在首都德黑兰，形势也在恶化，抗议进入第10天在德黑兰的集市上，抗议的人群正在争夺那个德黑兰的一个叫大巴扎当地伊朗人和安全部队争夺大巴扎控制权，并且当地人一度夺回大巴扎，也就是这个抗议活动再一次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燃起。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图普哈内广场，高呼里萨沙阿，这个人就是首位巴列维王朝的这个国王，愿您的灵魂得到祝福。有媒体报道伊朗的这次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在德黑兰的西部叫卡拉季市法尔迪斯区的抗议者纵火焚烧了该市伊斯兰委员会大楼。在过去的几天示威活动中伊朗各地反政府抗议者越来越多地将伊斯兰委员会、宗教学院和伊斯兰学校作为攻击目标。在这个伊朗的伊兰省马莱克沙西，很多妇女走上街头，高喊打倒革命卫队，哈梅内伊去死，今年是血腥之年，什么赛义德阿里完了，彻底完了。这个赛义德阿里指的就是哈梅内伊这个伊朗的第2大城市马什哈德也爆发了这个群众示威抗议人群聚集，交通严重拥堵，马什哈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我看网上有视频一位伊朗女性手拿着这个一个纸牌，上面写着伊朗巴列维王储的名字，还写着感谢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塞姆南省麦赫迪沙赫尔市的人潮汹涌今晚是伊朗民族起义中最拥挤、最激动人心的一夜。街头的人们高呼恢复君主制，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回归他们真正的民族身份。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几天他不是发帖吗？他说我们不会向敌人屈服。结果这个马斯克用波斯语回复道，说多么徒劳的梦想。结果这句话居然被伊朗的那些抗议示威的群众引用了。他们在街头喊出的抗议口号就是多么徒劳的幻想，做你的梦去吧。伊朗的抗议者正在街头高喊这句话。这句话出现在哈马丹省阿萨达巴德市叫切纳尔村的示威活动中，矛头直指哈梅内伊本人。一条社交媒体的回复竟成了抗议世界上最专制政权之一的口号。这个马斯克也很厉害给了伊朗抗议者一句恰如其分的表达他们想对最高领袖说话的短语，他们便以此口号为口号广为流传，多多少少有点那么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效果有点雷同。面对伊朗国内这个局势那伊朗的高层显然已经陷入恐慌、荒落和分裂。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看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个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现在电视讲话承认对全国范围内抗议活动负全部责任，大包大揽都是我的错，学生
工人、民众没有错，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的行为。先不管有没有用，对吧？他先对这些示威群众进行安抚。这个佩泽西奇扬还说他说我现在满身是汗，想脱外套，却因礼仪规定无法脱掉。若室温调低2度，就能节省大量能源。我们正在挥霍国家的财富，而真正的责任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是总统对伊朗那些高官讲话他举例子他说，比如我现在就很热，但是我不能把外套这些脱掉，出于礼仪。但如果把这个温度调低2度，那对吧，就能节约大量的能源。我们这些人都在挥霍国家财富。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才领悟到这个有点晚了，而且有这有点糊弄，对吧？做作之态，对吧？有点那个好像批评那谁冬天出门不戴帽子，有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吧？小批评大帮忙，小的自我反省，实际上是想糊弄蒙混过关。现在知道这个已经晚了，这个而且这个佩泽西奇扬宣布，全国老百姓每位公民将获得每月约7美元的现金补助，也就是大概50块钱人民币每个人每个月能获得这么多补助，用于缓解物价飙升和经济压力。但是于事无补火已经烧起来了。你这个时候说一个人发50块，大家都别闹了，回家吧，那想得太简单了，还没有深刻的反省，对吧？还没有说把那教士集团，把那些毒瘤，对吧，吸附在伊朗人民身上的这个毒瘤你不去掉，你一个人发50有什么用不可持续发2月就没了，对吧？如果不把这个教士集团这个吸血虫去掉，你这50块钱也发不到伊朗人民手上，对吧？跟有些国家发那个消费券、优惠券一样。那么这个伊朗内部明显的也是不仅是高度紧张，而且是处于叫手足无措的状态。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政府进行攻击之后伊朗领导层陷入了恐慌。负责国内外安全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深夜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以较少的暴力手段控制抗议活动。另外，讨论中，高级官员谈到了可能发生的军事打击和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在私下的谈话中高级官员承认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正式进入到生死存亡的模式，并表示伊朗已经没有任何工具来应对经济形势的挑战，还要应对以色列和美国进一步冲突的威胁。这个《纽约时报》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经济顾问开了2个经济方面的紧急会议，有些顾问建议佩泽西奇扬要进行公开讲话，把自己和哈梅内伊割裂开来，转移矛盾，强调伊朗是双重权力结构，关键的决策都是哈梅内伊做出的。也就是让佩泽西奇扬赶紧跳船吧，是时候抛出哈梅内伊的吧，跟他切割了，让他来背这个黑锅。泰晤士报独家报道称，他们得到一份情报，伊朗奉命镇压的军警部队已经出现叛逃和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特别是哈梅内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因此报道讲他们看到了一个 B 计划，也就是说这个哈梅内伊要带着他的20名亲信和家属要北上莫斯科，准备去斗地主。媒体报道伊朗国内持续不断的全国性抗议，货币已经崩盘，以及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发出的直接武力威胁，已经促使哈梅内伊下定决心制定后路计划。尽管现在官方还坚称领袖还掌握着稳固的权力，但是情报系统显示，伊朗的安全部队内部已经出现了离心离德倾向，而且哈梅内伊已经极少公开露面，显示这个 B 计划表示核心权力层已经出现了失去信心的信号。说这么多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就是这个教士集团民心尽失。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高压这个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他看到了委内瑞拉马杜罗的下场。平时在国内，对吧，那是高高在上，想抓谁就抓谁，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帮他，所谓的亲信立马就会倒戈。这些亲信都是在和平时期都是迫于他的淫威，没有办法表示对他的效忠，但是一旦有了机会，这些人立马，对吧，就坐视不管。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特朗普派三角洲部队把马杜罗一抓，给这个世界上还仅存的几个这样的政体这些
些威权式人物啊，实际上敲了个警钟。什么警钟啊？这些人他倒不怕特朗普派人来抓他，他现在已经害怕身边没有人了，他们相信身边也没人了。不要看他们平时对自己毕恭毕敬、战战兢兢，对吧？一说话就掏出小本在那记，保不齐这些人心里多么恨他，对吧？是盼着特朗普派什么三角洲部队啊、什么海豹突击队来离心离德啊。我认为啊，特朗普啊派三角洲部队抓这个马德罗，给这些人一个叫警示，不是要防特朗普，也不是要防什么三角洲部队，那第一防的是你身边的人，你身边没有一个人真心拥护你。所谓的忠诚就值$1，多行不义必自毙，对吧？在这种政体之下，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哈梅内伊，你现在你敢相信佩泽希奇扬这个总统吗？有的时候连儿子都不敢相信啊。那么再根据媒体报道啊，说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很有可能再次攻击伊朗。首先第一个呢是开源情报界公认的战争风向标，说披萨指数又爆表了。就在1月5号，五角大楼附近2家关键披萨店的订单量分别暴涨了300%和1250%。上一次出现这种级别的爆单是1月2号，那天之后，美军发起了武装这个抓捕马德罗的活动。仅仅3天后，披萨指数再次爆表，且烈度更高。这意味着五角大楼参谋们又在熬夜，预示着一场比委内瑞拉军事行动更大、层级更高的行动已进入最后倒计时。第二个是12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与特朗普密谈4小时，重申了零铀浓缩的立场。回国后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将400公斤浓缩铀移除并接受监督。1月4日深夜，内塔尼亚胡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原则上批准了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方案。所以综合来看啊，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已经箭在弦上，而且特朗普啊又一次警告伊朗说啊，如果他们像过去那样开枪杀人，美国将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打击。他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个好像特朗普也不是嘴上说说啊。根据美国战区网站1月5日报道，开源航班追踪数据和地面观察员的观测显示，近日有大批美军飞机啊突然飞往欧洲。报道称啊，飞机主要型号为 C-17 运输机，这种运输机一般的是运载那个直升机的。部分 C-17 飞机从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驻地起飞，那这不就是那个什么配合三角洲部队活动的吗？对吧？抓捕马德罗啊，就是那个什么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呢。美国媒体说啊，虽然美军飞机经常往返欧洲大陆，但此次短时间内出动军机的数量及其起飞地，引发了人们对美军未来可能在该地区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猜想。根据媒体报道啊，说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已部署至伊拉克边境一线，背景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持续拒绝解除武装。据报道，此次部署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约旦接壤的边境地区。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与拒绝放下武器，与伊朗结盟的武装派别之间摩擦正在加剧，很有可能啊是趁着伊朗现在自顾不暇，赶紧把这个伊朗扶持的这些境外的这些反动武装啊给它剿灭。所以这个三角洲部队啊现在紧急出动啊。我看这个媒体报道啊，在传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就是要发动突然袭击啊，伊朗已经在主要城市部署了防空警戒雷达，这个都是徒劳啊。伊朗的教士集团应该认识到啊，无论是在乌克兰战场还是在委内瑞拉，这个俄式防空系统比那个废铜烂铁啊好不了多少，纯粹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从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些动向来看，那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啊，那肯定是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那现在内部呢，民众对吧，这个走上街头啊，抗议示威愈演愈烈，大量的警察、安全部队倒戈，这是真正的内外交困。那接下来他那个教士集团内部就要分裂，一分裂，这个哈梅内伊一看大势已去，赶紧吧，对吧？带着家人老小，带着亲信提桶跑路，这个恐怕是唯一的选择啊。不过啊，这个伊朗啊，那还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呐。伊朗的国防委员会警告称啊，如果探测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可能会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宣布伊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一条红线。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已启动一项涉及导弹发射和防空系统测试的军事演习，而以色列已经通报白宫，认为伊朗极大可能
借着所谓的演习对以色列发起远程打击。我倒是建议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呢，不要瞎折腾了，对吧？看一看委内瑞拉，你那演习又是喊口号，对吧？又是动员，有啥用啊？色厉内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个都是对吧？喊口号，那都不堪一击啊，只能是丢人现眼。有媒体报道啊，说伊朗已经开始在接收俄罗斯的叫米-28武装直升机。你说这个时候搞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现在一个人发50块钱一个月，晚了。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为什么垮台摇摇欲坠这么快？实际上啊，它的那个顶峰啊，就是那个转折点，实际上就是2023年10月7号的发生在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那个恐怖袭击。从那天开始啊，对吧？这伊朗就已经注定了要完蛋。我记得我当时做节目就说了，这个以色列一定是对吧？3部曲，先搞定加沙，最终要搞定伊朗，后面啊应该是搞定俄罗斯，从此啊以色列就可以高枕无忧。那现在在搞定伊朗，但是这里面啊这个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啊先是把哈马斯对吧打入绝境，然后这土耳其在背后暗中下手啊，导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倒台，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对吧腰子都被以色列给炸坏了，也门胡塞武装呢对吧也遭到了这个美国的打击，也遭到这个以色列打击。你看现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特朗普已经派了三角洲部队过去了，也就是这个伊朗神棍政权啊勒紧裤腰带搞的这么个抵抗之湖全面瓦解，最终啊招致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对吧对伊朗本土的轰炸，他的那个什么导弹基地、什么核设施、浓缩铀那些设施对吧遭到轰炸。这一系列的打击啊，再加上常年的制裁，一连串的外交以及军事重挫，随即造成啊伊朗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爆发政治危机。这个不仅啊是伊朗什么战术上、战略上的失误，更是他这种制度之癌，也就是他这种制度最终结果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啊？就大家想象一下，你比如说伊朗、古巴、委内瑞拉、朝鲜等等啊，还有印度这些国家对内它的叙事逻辑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啊，因为美西方制裁，所以我们在穷，所以我们应该仇恨美西方，就是一定要在外部树立一个敌人，运营对吧？对内叙事，你们要勒紧裤腰带，要支持我，没有我，那这个美帝他连总统都能抓走，你们随时可以把你们抓走。当然，好多网民他们倒是不怕被特朗普派人把他抓走啊，他们还天天盼着呢。但是基本盘他害怕呀，发展好了，取了一点成绩，那就是我们对美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美国都害怕了。如果你发展的不好，穷的饭都没得吃，对吧？前胸贴后背啊，那就是美帝打压、美帝制裁。总之啊，一切责任在美方。所以这种仇恨叙事啊，百试不爽，这必须要在外面造一个敌人。而且这套叙事逻辑啊，也比较容易受这个基本盘的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基本盘呢就认为，虽然我们很穷，我们依然可以勒紧裤腰带啊，去支持其他国家兄弟闹革命反美。这不就是加特老师叙事吗？加特老师是不是一直说？对吧？俄爹反美，所以我们要支持俄爹。至于俄爹说占了你多少地方，那都不要说了，对吧？那个谁要提这个啊，谁就杀头，对吧？俄爹正在前面咬紧牙关跟美帝斗争，你在后面跟他算账，这怎么行呢？我们要勒紧裤腰带支持俄爹。所以你就看见伊朗啊，这穷成那样了，真的，伊朗是不是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穷成那样了，他还大撒把在国外搞什么叫什么抵抗之湖，那都不花钱吗？花的都是美元呐。伊朗自己走私石油出口，走私啊赚点美元，完了之后要撒给那个什么叙利亚的巴沙尔，要给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要给哈马斯，要给这个胡塞那个拖鞋军，不给钱人家听他的吗？怎么可能听他指挥呢？所以啊，国内勒紧裤腰带，老百姓民不聊生，完了之后还拿钱去资助这些所谓的什叶派抵抗之湖，对吧？跟文明世界作对。委内瑞拉也一个道理啊，委内瑞拉都穷成那个样了，是不是啊？那通货膨胀都多少万倍？你10年前存100万，现在变成1块钱不到，你说这谁受得了啊？委内瑞拉700万人啊，逃到国外去了。他人口他现在人口2800万，也就是说啊，1/5的委内瑞拉人跑了，活不下去，国内的也活不下去。但是委内瑞拉依然勒紧裤腰带在支援古巴，这就是马多罗干的事。那这个古巴呢，那更穷，对吧？没钱，只有雪茄，那给雪茄给委内瑞拉，他也不顶饱啊，所以只好给委内瑞拉啊输送这个保镖敢死队。而这些国家里面啊，刚才说了，你看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对吧？
对吧？黎巴嫩、朝鲜，还有已经走了的这个颠覆了的政权，什么利比亚、伊拉克啊，他们的带头大哥俄罗斯也不行了，被乌克兰拖得够呛，对吧？裤衩子都打掉了，实在是无能为力啊。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4年来你看看乌克兰拖住了俄罗斯，把他身后的大哥给死死的咬住了，所以什么土耳其以色列什么美国才能，对吧？从从容容抽出手出来，把这俄罗斯在身后这些小弟一个一个的敲掉，而俄罗斯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大家别忘了俄罗斯的这个智囊是吧？普京的导师杜金就说过，俄罗斯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对吧？在普京的领导下，多极世界什么意思？就不是你每个人一个人说了算，我俄罗斯说了也要算，叫多极世界，对吧？还有其他国家说了也要算。美国的媒体这么说的他说普京再次证明自己是个不可靠的盟友。美国迅速行动抓捕了马杜罗，这一行动暴露了克里姆林宫试图与反西方政权建立的所谓多极世界无能为力。然后这个媒体细数了一下这个普京在这4年里面多少小弟眼巴巴的看着他保护，希望他保护，结果他是无能为力首先就是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冲突，那个纳卡地区是吧？这个亚美尼亚那个总理是多次求普京你出面你管管吧，咱们都是叫什么叫吉安组织独联体咱们以前都是前苏联是吧？一个锅里吃饭的，你是大哥你管管。结果普京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因为阿塞拜疆后面是土耳其，普京不敢得罪，导致这个亚美尼亚伤心欲绝痛定思痛人家一头倒向欧盟，对吧？不跟你玩了，言而无信对吧？跟你俄罗斯签的协议有什么用呢？他到时候找个理由是亚美尼亚不对，然后在这个叙利亚的巴沙尔，对不对？眼睁睁的看着就几千民兵在朱拉尼的带领下骑着摩托车直接就冲向大马士革。虽然俄罗斯在叙利亚有2个军事基地，但是他们一兵未动，一枪未发，不敢动。为什么？背后是土耳其，俄罗斯自己深陷乌克兰这个泥潭，实在是没有精力那后面美国和以色列，对吧？就轰炸伊朗核设施，有很多媒体，对吧？还有外交人指责这个俄罗斯，对吧？你都不帮伊朗。然后俄罗斯人怎么说的？包括普京在内都说了伊朗并没有向我们求助。你看看他嘴硬，好像向他求助就管用一样。那这一次委内瑞拉那就更是丢人现眼，俄式武器就像睡着了一样，对吧？俄式防空最主要的是普京吓得到现在都没敢露面，惊魂未定不知道躲哪儿去了。他现在对身边每一个人都不相信，都在怀疑，如惊弓之鸟。大家也知道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那可是俄罗斯最核心的长期盟友，用于对抗美国的，现在全部土崩瓦解。媒体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显得更加果断，而普京却非但没有迅速发动闪电战，反而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第5个年头仍深陷泥潭，造成数百万人的伤亡。事实上，这一切都像是对俄罗斯及其虚构的大国地位的全球性公开羞辱。俄罗斯作为盟友，在关键时刻背叛朋友，空有雷霆万钧的言辞，却无力施以援手。世界看清了俄罗斯的真面目，嘴上威胁要动用核武器，关键时刻却束手无策。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看上去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可悲可笑。这个国家只会与乌克兰作战，杀害数千民众，却连多年标榜为盟友的国家都无法保护，这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彻底政治和道德羞辱。为什么从叙利亚到委内瑞拉到伊朗到俄罗斯，往前算伊拉克，为什么他们就像那个多米诺骨牌呢，一个个倒下？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些政权不得人心，对吧？外部条件那都是诱因呢，不是他们强弱的问题乌克兰难道很强吗？乌克兰面积才多大？人口也对吧？开战之前不到4千万，轰然倒塌希望基本盘对吧？要看清现实，也要会去归纳总结这些垮台的政权有什么特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